窩輪係上市衍生產品，佢嘅升跌最終掛鈎資產走勢。不過，投資衍生工具唔係等於揸正股，每隻窩輪都有唔同嘅條款同特性，影響到窩輪嘅價格。疑問一：實際槓桿越高越吸引，要留意收益同虧損都會被放大。窩輪條款選擇廣泛，同一隻正股嘅認股證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行使價、到期日同換股比率等條款。唔少新手窩輪投資者可能會遇上選擇困難。一齊睇下例子去理解。有兩隻追蹤相同正股嘅 call 輪，正股現價100蚊 ，call 輪 A 行使價110蚊，年期約6個月，實際槓桿約5倍，價格約毫半子。call 輪 B 行使價140蚊，年期約3個月，實際槓桿約10倍，價格約4仙。假設其他條款相同情況下 ，call 輪 B 由於行使價高啲，年期短啲，所以佢嘅理論價格會低啲，實際槓桿會更高。如果正股升5%，call 輪 B 嘅理論升幅係50%，投資金額係1萬蚊嘅話，潛在回報有5000蚊，比 call 輪 A 嘅2500蚊潛在回報高出1倍。投資者要考慮嘅係呢個係睇中方向嘅情況，萬一市況完全相反，投資者又係咪可以承受50% 嘅潛在虧損呢？大家記得入場前要計好數啦。一般嚟講，窩輪新手喺揀股份窩輪時，行使價可以挑選同正股現價差距2成以內嘅產品。至於指數相關窩輪，會建議參考行使價同指數現價差距5% 或以內。年期方面，選擇至少3個月以上嘅產品。呢類條款嘅窩輪通常流通量較為穩定，對正股或者指數價格變動嘅敏感度較高，時間值損耗亦相對較慢。初學者可以觀察同學習市場變化，亦都可以喺一定程度上減低短期波動帶嚟嘅壓力，較易進行風險管理。不過，槓桿倍數會隨住市況變化，投資者要時刻根據市況調整策略，審視持有嘅窩輪條款係咪仍然適合，避免喺不利嘅市場條件下承擔過高風險。疑問二：輪價低咗好多，係咪吸納良機？要留意時間值損耗。窩輪設有到期日，可能令部分窩輪新手誤以為一定要揸到到期，但其實窩輪投資者亦可以喺到期前選擇沽出，隨時執行止賺或者止蝕，唔一定要等到到期結算。另一個常見問題係，有部分投資者遇上窩輪出現賬面虧損時，希望等輪價返家鄉。投資窩輪同正股唔同，每隻窩輪都會有時間值損耗。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下，離到期日越接近，窩輪嘅時間值損耗會越大。即使相關資產價格橫行，窩輪價格會因時間值減少而下跌。投資者如計劃持有窩輪較長時間，又或者喺港股長假期前部署，就記得要考慮埋時間值因素啦。亦有部分投資者曾經買賣過一隻窩輪，喺相隔一段時間後，再次入場嗰陣又用翻同一隻窩輪部署，結果發現窩輪表現不似預期。其實有機會喺再入場嗰一刻，窩輪同到期日已經近咗好多，忽略咗時間值因素。對於輪證新手嚟講，進場前設定持倉時間、止賺同止蝕目標係相當關鍵嘅。而選擇年期較長嘅窩輪，可以減少時間值損耗嘅影響，亦可以有多啲時間去等待市場走勢符合預期。